佛法，看他们银缕模样，说不定也是读书去的。你为圣兄请了，小弟有礼了。小弟只想万里。请问圣兄珍惜他命，夫居何处啊？小弟心中密应的，乃是上谕做家中神事。哦，做圣兄。贵问兄的是？贵己梁三妹。梁神兄。奇怪。梁神兄可是到杭州读书的？真是，请问你哩？一去方士求有。哦，好极好极，请坐。请坐。
来，来，你们是到哪里去的？到杭州读书去的。我们也是到杭州读书去的。那求见了，小姐。哎，小姐好端端的在家里，你的他这身。哦，我是说，要是小姐能也动起来读书，那就好了。哎，是啊。我问仁兄，莫非神兄欲所不知？我家有个小姐，聪明神经美，妙才不成门水，琴耍千为。我此番杭人去所，俱来一心相同嘞。我以为儿不须尽疏通，女儿读书也应该。只怪我弟弟太固执，终于留下小姐妙在高人，妙在高人。神兄望能领神君，是同袍才我心，男女同是共生，女儿都是名也神兄夸奖，奇怪奇怪。我以为天下女儿一个样，难得他也会女子保育。像这官两门有世间上，我有意与他结为兄弟们。啊，周仁兄，小弟留言曾是难以启齿。神兄与我请教，请按手不放。江山对父兄有无敌，义无美，义无尽，有缘千里来相会，得与神兄心欢喜，亦要与你俩结一杯。彼此神兄可愿意？多称神兄不进去，近来几曾兄弟，从此读书与两端，小弟哪有不愿真好！我问周仁兄今年儿嘛，哦，3岁你是一日7岁了，你倒是长在为兄，幼在为弟。14年我得添一倍。这是在这旅途之中彼得相助，这便似乎是好啊。哎，不妨出土为香。出土为香，是此甚好。请。请。
请上，请儿女兄一拜。小弟也有一拜。四舅，快来见过这相公。快来跳起，快来见过两相公，见过这相公。爷弟，你看天色不早，因我不是接早登城去吧。定心，快跳起迎上。爷弟，请。两兄请。啊，爷弟，请马。请啊！请马。啥事我在耳关，提起此事真消神。这家长年年与庙会，趁人叫我去拜观音。你下次再要向你猜我是。眼底不必怒气生，待我禀明先生去。算了，下次不可。下次不可。眼底，你来看，你兄弟这篇文章做的时候啊。夜里上来，必须去修嘞。小姐，月儿也有书信来了。哦，是不是又来催我们回去？
一家玉玉私心来催你归去。是啊，实在叫我内心，所以定要催我归去。父命立到归去，即是动身。我想地命先生明日一早登城，此次甚好，一路消息。多谢师母。你心快去真等营帐，时候相公。是。你心，我这营帐去了。因为你还有何言相告？师母，我因为师母跟前与我单讲复方。师母不，没有什么。师母啊。
两兄，你要这也不难。你家门当虽算好，可惜是路远
配鸳鸯，配鸳
年的月色越荒唐，两国乱子真没旁。哎呀，你呀！小姑娘我且醉，天但地见不来一对月，不懂其在有悲伤，唱起山歌聚财，只可惜对感情遇不懂。可叹你两兄朋似玉，彼此与兄同两国，谁叫你比来比去比差我？亲两兄你莫同伙，小弟辈在深错。好呀好呀，快走嘛！两兄。我曾两兄情意深，等30岁送入营，常言道送君千里，送去的亲两兄的谁知不送归程。一言一吵叫姐妹心里伤，娘与兄再送你到长地。四舅，快走吧。两兄啊，你红颜两分开，丰年的万语红颜来交代。我临别想问你一句话，问两兄你家中可有妻房配？你早是与兄弟婚配。
你不知为了何事？这弟子思念家乡，思念家乡，那么离岛归去。师母，三伯，我也是正想问你。师母与娃请讲。三伯，你来。一来你红尘共对三朝在，他的心声多明白。此去是非，怎么应配？我在问你，他到底是我还是女君才？年底为将上官位，什么你问来问女好几对。他里有眼来相托，不知他做他美，心的去世有酸甜。倘不知夜里要去谁？三杯呀，你在来自女子应该是个女的，应该是个女的。是啊，是此说来，应该就是九妹，九妹就是应该。对呀。应该他自己做媒，自己配。三伯，聚会呀，红早去就寝，快去禀明先生，速速下山放银台去吧。此次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，多谢师母。快去吧。喝酒。
叫是叫。
要来了，你怎知道的？昨夜做好几了个上山，做好上山喜事来，喜日，喜日！弟弟，英台，你的喜日来了。今个美人我家来，为我家女儿亲自陪。紫金配的成龙须，做家门的多光彩。弟弟呀，你将女儿终身陪。铁丝两端成心为。弟弟呀，不知你将儿陪谁？他就是有才有势，拍手指指马奔嘿。弟弟，女儿不嫁，门当户对，真色不配，女儿不嫁。以我不嫁。弟弟，二月是黑弟弟祝老一生。因为啊，为父与皇上你杀得离开膝下，真乃女大当家哦。弟弟，二月是黑弟弟祝老一生。为父岂能负了儿的亲称呢？女儿不愿。因为你啊，我明白了，你在杭州读书赛者，莫非宁心？员外，你为小姐读书赛者做了些什么？小姐，明熙，你谈生复方是讲小姐在杭州读书成才，与那会计两三不相公，你的进来一言不离，是不离送别场地，小姐玩。小姐玩轻开许久美。云来，你弟弟，员外，弟弟。怪不得我好言相劝，劝不行。恰原来才为有了儿女情，妹妹应该你不愿。你不为我老母一片心，自从环顾分天地，哪有归于此庭情？那家是有美有品有福利，唐塞北，他与我作家来联姻。弟弟，情事一定不必多言。弟弟，小姐，应该，应该。启禀员外，门外有规矩，两三杯酒见。
2、3倍，不见买，命他紧紧是，有请梁相公。说人吧，小人拜见梁爷子，是我必曾愿意，请过请我谢承吧。说人吧，小人冒昧登门，万望神不大人见谅。哪里？梁爷子向是路过外省，乃是得地少妇，也来与神不大人请安。不怪二嘞，还想望望您的爷啊，贤弟。梁相公，请用茶。宁熙，你是你的死酒不可露嘛？啊，是宁熙妹妹啊。梁爷子远道而来，请到书房小坐，大名引退出见。来，被梁相公书房小坐，不得开麦。是，梁相公请。去请小姐下女，是欲可相吧？是。来，你叫他起来接我。是。两情不退，要离何根？梁兄在哪里？梁兄在哪里？应得弟弟有2、3辈帮你来了。弟弟，梁兄在哪里？应得我看你还是不见的好。弟弟，我与梁兄弟这近来同场生在，远道来访，岂可不见？怎奈你已是马家的神了，女儿必真幸运。岂不问婚姻大事，当由父母做主。弟弟，你女儿常定情绪，父凭父美，不作为妻。你师母为媒，有孙在为婢，与理不亏呀。应得你弟弟，马家内做应世家，发有问题。梁家虽所名闻，也是亲不人家。应得你放肆。弟弟。马家有着问题，要女儿
应得啊！不要里恩外灭，有生离俗。与其两相顾，做人吧，梁一成，应得快来接过梁元成。两兄啊，沿着远道到山，是老兄不能来同陪。什么女子情病，独自为其中的钱冤为，他与我几人与家为，压定了日子乃更改，我只好身为你两年人，你从下人到海山，你不也太卖金手以为先生嘛，因为你塞北乃是结拜兄弟，你要好好快来，倘有贵的太派，为不为了养真家规，送什么？宁熙被四句到里面休息一会。四句不过方死。哦，四舅哥哥谁不来？想念我在杭州读书的时候，乃是弟兄相称。如今你是这官当吧？我是村里爷的万事。你我在杭州读书的时节，我乃是女扮男装，你给弟兄相称，是今么？不妨改称兄妹。燕妹。梁兄，此处不是讲话所在，请到小妹梳了
是也没嫌弃。梁兄，你我长亭分水，别来可好？好，好啊！也没家具相比安生，可梁兄此福也还好。梁兄此来是路过，万事得当。与兄弟得地少妇，一来与神不大人请往，二来想望望你家九妹。九妹，哎，是啊，那一在天上走一回，你在家有小九妹，常年常年做一妹。与兄自来，小孙也没两三杯。
哎，你我之间还有什么话不能讲的？今生无法。两兄，何事？自从小妹便已归来，哎弟弟做主，哎，已将小妹的终身啊！许配马进了。
兄你句句刺心啊，小妹曾心已粉碎，一口子堂堂家门把字开，端端相扶你聪明那麻将玉贼玉丝，一两家都是玉花财，看你告到衙门来啊，两兄弟于是不要心气呀，两兄。两兄啊，两门里当兵子，他把老母不应该此生一不把两兄弟离去送医。我哪怕九天仙女多不爱，两兄弟的礼到万岁，小妹夫应快那位，两杯水去敬想不到我的来滔滔这酒一杯。记得草桥两姐妹，红裳
云也轻而细去。我只盼与今生终能成全，所想不到美满姻缘两岔开。啊，两兄啊，你两兄难分开，弟弟是云流马家妹，你两兄难成婚，弟弟是流马家妹，你两兄难成了，弟弟引入马家去，两兄啊，弟弟不能为马家死他情难
愚兄就不怨你，你可知我为你？
我生在你家，做梦不成啊！两兄啊，你是谁伤心啊？我常有对他心缘碎，你是好好来帮我，怀儿你等啊归。两兄啊，你千万要保重。今日别了思泪。为家迎好来可比，只怕我对你要伤不能来，倘若我要长路断袖在那吴桥正上离人悲。离分悲啊，离分悲，两兄弟红黑儿子可两亏，那红的可早走一回，那黑的可早你俩三啊陪。我与你生前夫妻不能配，两兄啊，我虽是死了你夜妹与兄告辞。两兄娘小妹来送你一程。两兄相公，相公，此句母亲她回来了没有？相公，相公，儿子回来了。哦，
亲，三妹，母亲，你回来了，是为娘回来了。不知应对他累不累呀？他不累吗？母亲，你可曾对他言情？三回应在高峰，这句见他一面，谁死无悔？为娘也曾是此生，怎奈应对已是马家的人了。至于书信一封，情诗一缕，将为娘得来，以为我儿病中相托。胎儿快
小为人，快乐儿，命不去草。母亲三辈，娘啊，儿与松叶悲
树长打败我身心。三番两次劝还树长，你为我总是这样不理不睬，想为我历尽心血，你是为何你终身他乡？今日他喜之身，你竟拒不sup照，你总得为我想想哦。应得。你为我千百里都揣不心，一儿女是不强我已沉醉乃怀慰。不应是不上家门。你不讲那家就是好。我与两兄生不能同路长，要死同分啊！岂有此理！想为夫替你培养这门感情，乃可为天所了的不成？你竟是如此放肆！你要问问妻子你妈妈老母啊！我要去做小姐。我非要杀他！做小姐，做小姐。这是我家相公临终泪下的。两兄早已，我两兄。马家花轿一到门前，心员外
还是自己包容啊！两兄一死百年回。见老夫比酒深深醉，左家门前破交亭，不久珍藏离分塞门开始岂能为？我生死要谁？两身英德，你怎么还不梳妆？英德，你就可怜可怜我这爸爸老夫吧。要儿三亲，儿媳一从弟弟，不过要一路一起。李家，弟弟，表儿常教义，儿一时儿要教贤良善那撒旦，教为三千子女，教花教强不教真，女儿要怕一手不去记，两兄疼啊！英德，今个大家来迎亲，怎能去听什么来唐三弟弟都答应，要儿长桥还不能。以你平时可有一件，你必须外面吹红，里面则把七分之二送到马家交拜天地。说署长，不得有福。弟弟，女儿。白皮
西洽为教我呀家。十字王生肖官的来人去，谁知晓必到人我在团家。